中国统战的报数是直直变化，咱来看讲哦，这个官局表示讲，中国即马是锁定咱台湾的青年，只因去参访红色景点，就是要爱因对文化来认同中国。也这种学术统战的案例有影未少哦。即马就传出讲啊，中华昆兵会涉嫌去到学校收带学生参加统战团，刘委会就讲话啊。 两岸交流应该按照规定来行，也教育部有登记的制度来确保交流安全。中国对台侵扰胁迫的模式一直变化，甚至对台湾社会经济进行统战甲渗透。公安局15到立法院报告特别指出，中国锁定台湾青年，邀请参访各种红色文化活动，超出认可文化一中，也佫透过宗教祭庆这个活动，想要塑造民族共同体。 加大对我青年基层统战，锁定邀我青年参访红色景点，透过各类文化参访，促其认同文化一中。 学术统战的案例嘛未少，像讲中华昆兵会都涉嫌招收大学生参加统战团，因为伫台顶学校场地招生，不过学校紧急喊停。教部长陈英尧表态反对两岸学校进行交流。刘委会认为，两岸交流应该循健康有特殊的原则，教部有相关订立甲公布的制度，确保交流安全。交流的行程如果有违规违常的情况，那么我们也会把这一些机关，不管是对岸的机关或者是台湾的邀请机关都会善加的这个提醒，并且做一些注记。文化统战的层面，也有去对外发展的台湾艺人，像讲协助发表促统言论、转发军演图卡、A化咱国等。刘委会表示，已经有锁定20外个艺人，会依照配合的频率也有严重性，甲相关单位优先讨论甲处理。 那大概初步锁定了20几位，也就是说，他甚至不是只有转贴，他甚至有可能是公开的来参加一些政协的活动啦，他甚至口头上，然后用加大这个语气的方式来去贬义我们国家的主权啦，像这一些我们都会希望文化部来第一波的来去做处理。哪些人要遭到惩处？这个不是我在这边说要调查多久就算，我们还是要配合文化部作为主管机关哦，然后来相对。所以确定会办他们20几位的明星，确定要办他们。 这不能，现在不能跟委员明确的报告说一定会办20几位。刘委会强调，原先是希望透过市场机制、社会舆论来反制协助发表统战言论的艺人，不过效果有限，所以会依照两岸条例第33条之1，约束台湾艺人配合中共党政军的伤害台湾行为。公视新闻采访报道。